好，即届这马太安溪邦山湖1楼花莲光复乡的灾情是上严重的。屏东县府消防局是来出动23个特殊人员，昨暗11点赶到位，随透明来抢救。到今仔日早起8点的时阵，已经顺利来救出32个民众，送去到收容所。那爱民众那个安大，对拢是土门的厝，细机行出来。弟弟不要怕哦，弟弟不要怕。嘛有特殊人员甲救出来2岁囡仔，抱咧坐树冷船，豆豆啊塞去收容所安置。花莲县光复乡23下晡，因为邦山湖1楼光复市区规个土门引起，屏东县消防局接到通报，随透明出动23个人力前往花莲支援。看这一户是不是27之1？屏东县消防局人员透明分做3路，主要伫佛祖街和光复路附近撩水用行的超吹，会使看到土门水要甲人平悬。消防人员嘛是真足注意，敢搁有受困的民众。在23点到光复糖厂找当地指挥官报道，立即投入救援。目前早上那个8点为止，总共救出32人送到收容处所。在光复一带的话，目前还是持续投入救援。这摆屏东县消防局出动特殊大队和第1大队，拢总8台车、7只船，甲23名人员。目前光复市区水已经退啊，前进指挥中心嘛赶紧咧清土门。花莲县消防局表示，目前已经有新北、宜兰、台东甲屏东支援，暂时有够。另外，台北市嘛派人前往，高雄市嘛有主动表达支援意愿，人员、器材和车辆已经准备好势。花莲若有进一步的需要，拢会使随投入灾区协助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